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风台苏拉，昨下晡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刷落来伫东南端的海面，海葵风台目前正在接近咱台湾的北部。气象局上紧伫今仔下晡就会发布风台海葵的海上风台警报。第9号风台苏拉已经伫今仔透早2点减弱降至中度风台。气象局也伫昨下昼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因过透早伫台北东南东方960公里海面的海葵风台强度继续增强，向台湾北部海面划过来。因为海葵即马行的路线有向南边小可偏过来，气象局将会伫今仔下昼到暗时发海葵风台海上风台警报，北南透早前后发陆上警报。会不会发布陆上警报？气象就会持续的观察。我们预估它未来逐渐增强，到明天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气象局讲，即马包括苏拉、海葵、红燕三个风台，拢伫咧季风低压带内面，环流抑个太平洋高压的强度，拢会影响风台的行向。估计到月初2、初3是海葵风台上划台湾的时阵，日本气象厅认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海葵路线会向南边更加偏过来，暴风圈会直接侵袭北台湾。目前的预报路径来看呢，它有可能是非常接近所谓的这个西北台的这个路径也就是从台湾北部的这个近海通过的可能性看起来是蛮高的。气象局讲，今仔透早受到苏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雨主要落伫咧台北、新北、基隆甲宜兰地区，中南部地区是要注意过道了后的低延时强降雨。这种低压带环境可能一直到后礼拜，在这段期间天气拢无啥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较无稳定，较到落雨。气象局嘛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宜兰、甲金门这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分图。这2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头较到落雨。台北、新北、基隆、宜兰、甲金门拢是大雨特报。桃园以北甲东半部会落地渐雨，而且愈暗雨愈粗。新竹以南过道较漏落雨，若温度方面，因为云较济，各地头的高温是30度到34度。日时各地头较高落雨，民众出门就要早雨伞穿雨满，山区就要注意帮伞溪水涨悬。受到这风台苏拉的外围环流影响，加上海水饱流，昨云林以南沿海有地势较低所在，因为海水倒激做大水。若鱼缸淹了，车路嘛淹甲袂输水路，水是抢入民众的徛家厝，根本就袂赴小透。海水一直漫过银湖道，无甲全条根本分袂清鱼港甲海的边界。风台外围环流甲超级南回带来饱流影响，31早起，云南以南各县市的沿海地势低地区。受海水倒灌之苦，云林口湖的宝珠寮渔港4号位拢是水，水淹到500公尺外的福安桥甲渔港路。乡长补办事前有警加关保花所无受到重视。福安桥咱下轮大排这个位置，水若盘过了后，规个社区有可能至少会办有1公尺以上啦。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港口外移，然后那增加一个防护线，增加一个保护线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好这个通盘的检讨。那云林嘉义布袋也有半环上的问题，加上第3下涵，早期爆流了后，海水淹过半环管理社区，海防长提也技术必顺，海水一直为涂骹摄出来，官府赶紧来勘查，都惊过等到搁一家爆流的时阵，会造成更较大的灾害。看是用沙包还是防水挡板去做围堵这样。有裂缝的再一并来做抢修。汽机车冒险涉水，台南安平路因为瓦运河爆流了后，为了路变河流，安南区城西街地势较低的所在，连沙包拢无法度动水势，2个月淹3摆，居民真无奈。这个第2严重，做水专门冻起，海水若地热，就敢动起，迄个上加抽水。
高雄钓鱼上大台1.37米，创20年新高。基顶连3天浸伫水内，早起渡轮站对面的点头灯火，大批消防员摕着破坏器材甲消防水带，撩水拍火，变动东港的东顶，甲福特利共款8楼连2天1万块。使用者的习惯是用介紧，摕也介紧，这摆上严重的啊。整个河体全部都满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抽啊。东顶里的船头路，机车雨水流冲倒伫涂骹，水淹到已经吊工贴管的徛架，大人囡仔无奈穿着积水。福特利搁较是把水浸到大腿，10点左右才提起。居民拢表示，这是自800洪灾以来头一摆淹甲遮尔惨。电工所判断淹水是因为8楼加上我福特利的保环伤低，边仔搁有强阵落水引导8楼了后，海水为保环甲引导走入来，会引起加悬保环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蒋万安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参访3日的行程结束，昨回来到台湾。蒋万安表示，这逝去有真侪丰富成果，希望未来继续交流取经，有更较侪合作。今年我们是第14届，能够把过去所打下的基础，所共同签署的45项备忘录，能够持续的深化。这一次的双城论坛。更重要，希望传达的意义是希望能够透过2座城市对话、沟通，务实的面对很多市政问题，而促进更多实质的合作，而能够符合民众的期待，都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稳定、繁荣。为了要加强台铁的改革，交通部是邀请日本的专家来台湾。昨起台铁富冈机场轰炸大陆国外买事故车厢，访问家属。不过家属团体发言人却伫车厢找到一块残骸，那像是受难者的头壳骨。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若确定是头壳骨，就要紧做 DNA 鉴定，幸福家属处理。 2021年4月初2，台铁408次的态度过号，是弄到出入去铁轨道的工程车，造成49个人死亡的悲剧，更有213个人受伤。受损上严重的第7和第8节车厢，是保留伫台铁油煤的复工基地。31台铁局长杜维带日本专家、罹难者家属团体来勘查事故的车厢。家属团体发言人王美君说，伫第8节的车厢发现敢若是头骨的残骸。一看到那个还手还没拿，我就知道。 我看议题太有经验，然后它大概有很厚，从侧面一看你就知道一定是上面还有很多皮水，还有。对这台铁讲伫事故了后，检警和运安会这单位是封锁事故现场，做真侪摆全面的敲吹。完成事故报告了后，运安会伫去年3月15，把事故车交予台铁现况保存，即嘛是放伫复工纪念园区内面。台铁的确警和检警做敲吹车顶，敢有其他的遗物？交通部要求台铁随通知检调来鉴定。标准作业程序就是救护，然后现场检调的收证，然后运安会的调查。 事实上，他们在做这些前面的这个过程，台铁是不能进去的。如果今天找到这个确定是头盖骨的话，可能要赶快做 DNA 的检定，赶快把它还给这个罹难者家属。几个单位都同时平行在车厢内进行调查，或是他的鉴识工作。如果有发现有遗骸的地方，就会通知检警双方。但是就我了解，在当时并没有这样子一个发现。运安会讲，第一时间检调封锁车厢了后，运安会监测人员嘛伫检调同意之下，入来事故车来找晶片和 ATP 这个事故的调查证据。伊当中并无看到遗骸，但是嘛有可能是事故车伫经过运送了后，另外各有物件落倒来。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今年顶半年因为欠粮，农业部是大量进口鸡卵，补贴价卡。为今年3月到7月，拢总补贴1亿4000万粒鸡卵进口。其中一间进口商超市，伊的资本额干那50万，去年9月才成立尔，就进口超过8000万粒，占总数的60%，引起关注。来看中国时报。 主播陈德柱替鸦片想甲李姓硕士念口碑，去互前立委罗淑蕾告诽谤。高等法院昨撤销1审的无罪判决，以散布文字诽谤罪判拘役50日，会使移去罚金。来看自由时报，国防部长甲明年度的预算送去立法院审查，
其中军事投资的预算总金额有1306亿，创历史新高。来看日本福岛的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自8月24开始排放，到今已经1礼拜。咱原能会表示，自检测到今无出现问题，未来逐礼拜会公布数据。另外，针对大家烧纸去买盐的情形，原能会嘛解说讲，只有加碘的盐无防止辐射效果，民众无需要抢买买。来到连锁超市，台盐出产的边界盐拢互人扫了了。到另外一间连锁超市，虽然业者打出限买3包，但过货架顶悬也是互人扫了了。来另外一间便利超商，总算看到柜台顶有台盐产品。请问买这个盐有限量吗？没有，那买2包。好啊。最近民众伫抢买盐，台盐伫网页顶化工卖吨盐。会定期检测电色素、透薄盐水甲原海水检测串，目前拢无验出来。核医学学会佫指出，串半衰期是10天，大部分是以水的形态存在，会代谢排出体外，对咱人体影响真细。伫水产品甲海盐的浓度真低，无需要烦恼影响健康。另外，原能会嘛出来说明，吃碘盐无法达到防止辐射的功能。原能会表示，台盐原料甲产品主要是为欧洲天然盐来的。另外，针对泉水排放满1礼拜，原能会表示检测并无够样，将来原来会推出跨部会辐射检测整合仪表板，公布上新的数据。经过跨部会讨论之后，是每一周会更新。建立海协扩散海洋自信平台，扩大海水检测点甲辐射检测量能。行政院讲超前部署，毋过好亲像无算到民众原来伫超前部署出现抢买盐的情形。一直到日本排放福岛全废水1礼拜后，行政院才伫议会后开记者会。发言人林主任是讲，台盐库存充足，也提醒食盐适量大使，毋免囤盐。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拜三中昼路边有一丛饭仔树倒落来，甲一个骑奥多摆经过的查甫人憾死。同一日，阁有一个查某人互登去的手机跌着伤。根据统计，台北市目前有路边有9万多丛树仔，煞拢总干那24个人咧巡查甲维护。民间团体是批评根本就无够卡手。早10中昼，坐车辆来往的台北市中山北路，一丛路树倒去，憾死一个骑奥多摆经过的查甫人。同一天下晡4点多，伫台北捷运6张内站4口位，也有一个查某人互落落来的手机跌着伤。你看这个声音是空的，很空的声音，所以这个白白都是菌，所以菌把它吃了之后啊，它等于类似海绵化。斟酌看憾死人的树丛，专家研判，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好，无安怎，但是树身有互病菌入侵，致使内部凹起。长期推动树丛保护的民间团体讲，台湾管理树丛的法规无够周全，而且凊彩修剪树丛会歹管事，可能会致使侪树仔亲像安尼内部凹起。所以为什么会烂？就是因为你绝对有空喙里面嘛，不管是车弄着，咱的迄个筋做工程的时阵。伤到咱的这个修剪树啊，是大尾互你剁起来。台北市公园处讲，台北市的路树因拢有照起工来维护，而且每5天嘛会健康检查1摆。在我们每年也都会进行所谓的病虫行道树的病虫害防治。那另外每年也会进行所谓的树木修剪工作。只不过公园处嘛讲，台北市计共有9万多丛的路树，只有24个人咧做巡查甲维护。民间团体批评，这个卡手配置明显无够格，每5年健康检查1摆也无够，建议至少逐年拢爱做1摆树仔的健康检查，因为无风无摇，路树倒去憾死人的代志根本无应该发生。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天狗节的疫情继续咧滚价，台南市干那1礼拜就增加买1000例，其中安南区的疫情严重。公所嘛讲，因怀疑有一寡无人住海沙厝内底粪扫囤规堆，会生拖白帮，可能是疫情未收煞的原因。目前是有加强消毒甲摒扫。
环保人员当咧分类大量的废弃物，这拢是对海沙厝内底款出来要等的。台南安南区有900栋的海沙厝，因为长期无人管理，定互人黑白囤物件，囤甲规厝间。天高价也是压袂落来，区公所怀疑海沙厝是引起天高价的因素之一，所以赶紧针对你来的海沙厝顶高风险的所在，加强消毒甲摒扫。海沙屋呢，国产署管理的一共有44间啦，它已经回报都处理完了，但是我们今明2天会再去检查哈。那如果说清理不够干净了，我们会再要求他们再处理。服务较紧是上好啦，当嘛按只狗啊、臭狗啊起来啊，你药啊铺较重咧，内底就无网啊。来到安南区的劳工市场，一家单位无人，市场共款囤一堆，就惊天高价拖袂煞，公所拢甲款好势啊。但是较正数，干那1礼拜时间就增加要1000例，甚至开学迄天30个师生因为天高价请假无来，教育局表示有请教师上课时加强宣导，做好防范的措施。今天早上刚来学校，都会到前门跟后阳台，就是做巡倒清刷4个动作。平常我们都会喷防蚊液，防止登革热来叮我们。化学兵闭关闭家，发现病例就马上进行化学封治。但是已经连续8天，确诊病例拢超过100例，目前还阁4个团。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中国官方最近公布新版的地图，甲咱台湾、甲南海诸岛，还有中国甲印度边境的地区，拢划入家己的版图内底。毋但印度提出抗议，即马马来西亚嘛讲未接受中国侵犯马来西亚伫南海主权。新增标准地图。中国自然资源部8日公布2023新版地图，搁再引起领土争议。因为这个地图毋但甲领土范围包含南海各岛，搁甲中印边界有争议的阿鲁纳查邦甲阿克塞钦高原区纳入版图，引起邻国不满。马来西亚拜三发表声明，拒绝承认中国对南海单方面的主张，因为甲马来西亚沿婆罗洲、沙巴、沙劳越州海岸外的专属经济海域定塔。马国政府认为相关的争议必须根据国际法和平理性透过对话解决。印度是伫中国新地图公布迄天，就随表达强烈的抗议。Government of India very closely follows all developments which have a bearing on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we would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m as necessary. 虽上今年4月，中国认定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查邦是属于中南地区，国家区内11个所在重新号名，也已经引起印度正式的关心。不过中国方面也有回讲，这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例行性作为，希望有关方面客观冷静看待，不要过度解读。中印边界总长伫中国方面的定义是2000公里，印度方面是主张有3500公里。双方捌伫1962年因为领土争议发生战争，到2020年，双方伫边境的拉达克、加万古搁再发生真侪届冲突，造成双方的士兵至少24个人死伤。虽然后来局势有较缓和，不过去年12月，双方搁再伫阿鲁纳查邦达旺这个所在发生冲突。这届地图争议恐惊会互中国甲邻国加一寡不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市中心，有一栋5层楼高的建筑着火，包括12个囡仔，上无有74个人死亡。即马这栋大楼趴荒，去互非法的移民或者是犯罪集团占用去。火烧到正猛，一个人听到玻璃碎器爆破，当体弄到一个人的喊声。这场大火造成包括囡仔在内重大死伤，违者一起，一个人失踪。一个主老爸讲，迄当阵甲囡仔对窗仔门弹落去。Bring the baby. When I'm past the window, just throw the baby. Then someone there catch outside. 有人讲看到其他人也甲囡仔自楼顶弹落，叫下骹的人接。也有一个查甫人是对3楼向下骹跳来时阵，头先去弄到涂骹不幸死亡。真侪罹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搬在，暂时放伫咧封锁的关仔路。当局调查导火原因，可能是有人点蜡烛做电火，也有做暖气。约翰尼斯堡市政府是这栋建筑物的所有者，市府团队已经接管处理。It's a wake-up call for us to begin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of housing in the inner city. Types of buildings that are taken over by criminals who then levy rents on vulnerable people and families
who need and want accommodation in the inner city. 老马佛沙讲，这栋建筑物不是受热带雨露加儿童的收容所，因过租约到期，人却唔肯搬走，定位受害人占调回。这栋建筑物附近有真侪厝拢是半废弃的状态，无水、无便所、无电，因过有密度正悬的家庭住伫内面。地方的犯罪集团控制这寡建筑物，做好无家可归或者是非法的移民。当局表示会重新安置住伫这种建筑物的民众。南非一直拢有厝无够大的情形，伫约翰尼斯堡估计就有15000人无家可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罗西亚轰炸乌克兰毁掉1300多间学校，敢若1/3的囡仔会当照常去学校读册，其他拢爱改做线顶上课。嘛因为安尼时，第2大城哈尔科夫当咧地铁的车头起教室，9月开始大概有1000多囡仔会当去遐读册。位于东部总人口140多万的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2大城，部分地区离俄罗斯边界也无到20英里，北部郊区伫战火摧残之下是绿苍苍。战争爆发以来，哈尔科夫的学校全部拢被迫改做线顶上课，因为俄罗斯飞弹会当伫唔免1分钟的时间就飞到。学校的教职员学生想要走去防空避难所，根本就袂赴。也毋过，这个9月开始的新学年，哈尔科夫有1000多名的学生会当甲以前共款伫实体教室来上课，只不过这60间的新教室全拢位伫地下铁车站内。Здесь будут находиться парты, будет интерактивная доска, Wi-Fi, тьюторы будут здесь сидеть, психологи. Также в классе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пожарная сигнализация дл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етей. Также у нас классы оборудованы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 шумоизоляцией и также находится вентиляция. 虽然安尼，也是有家长无愿意冒险。 Перш за все, безпека дітей. То ми на дистанційній формі навчання будемо навчатися, хоча пропозиції були для тих батьків і в нашій школі, в 145-й. Ті, хто хочуть, забезпечили їм, буде возити автобус до метро, і молодші школярі будуть навчатися, хто за офлайн.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军事入侵，已经摧毁1300多间学校，全国只有1/3的学龄囡仔会到照常去实体学校读册，其他的多数改做线顶上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德国最近有真侪大城市暂停甲中国结交姊妹仔市的计划。 虽然中国讲因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中立，不过事实上却继续甲罗西亚来往。中国阁一直威胁要拍台湾，致使德国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关系变歹。来看美国前总统 Trump 受指控，甲其他18个被告斗空，要改变家己2019年败选的结果。Trump 是拒绝认罪，不过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Trump 涉嫌13条重罪。来看美国大好野人马斯克甲 Twitter 买落来，改名 X。 佮提出新的政策啊！伊讲要收集用户的手痕，并用这寡生物特征用来掠假口罩，互社群的平台更较安全。镜头转来到明年2024年国内总统大选，郭台铭宣布要独立参选。我家认为赖清德是替咧选卖赢，不过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是驳回这款讲法。 另外有风声讲，郭台铭提出政客想要甲侯友宜换落来，郭台铭家己去选，侯友宜是无回应。郭台铭的办公室嘛否认。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那关系的台湾这么重大，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选举。 向全国竞选总部的干部讲3项认知和3个目标。赖清德2024拼选赢，除了请陈时中和吴天来做双北竞选总部的主委。9月初6还会启动第1场国家希望宫殿国政记者会。对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外界讲知影分裂是和赖清德倒咧选。竞选总监苏破平安讲，一切拢照步行。那主席也并没有躺着选，假日呢还是行程满档。 每一天呢，还是从早到晚，我们还是战战兢兢。知影要整合国民党的侯友宜，31是继续推出医疗政策，包括优先投资医疗保健支出，调整到 GDP 的8%。疫苗的采购爱更加透明化，若是有官商斗空的，就会成立特侦组来查。不过对连胜文讲，郭台铭要求过去的侯落来讲法，互过班否认侯友宜是假调，无愿意阁回应。
我不清楚他们两个的对话内容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好不好？其实换候的声音是国民党党内的传出来的，但并不是郭董主张侯下郭上，没有这件事情。郭台铭竞办的发言人黄树修讲，郭台铭就是要推动在野整合做上强的队伍，会搁找时间安排郭侯两个人来见面。另外，郭台铭嘛正积极要邀请郭文哲啉年茶，但是到郭郭两个人同场的时阵，郭文哲在讲话，郭台铭所用口罩片在对伊，后民众党感觉无受到尊重。那这也不是感觉要合作的一种态度，我想合作是一种对等尊严啦，合作不是合并。民众党立委邱成元讲，郭台铭若是透过一直挖过来，一直逼人，来互家己身价较悬，安尼人民是袂接受的。强调目前郭文哲是在野阵营民调上悬的总统参选人，民众党会用一切力量唯一支持郭文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昨伫上海甲台商座谈，佮含当地台湾青年做伙骑脚踏车，因拢希望两方会当较接交流咧。不过风声讲，本地蒋万安下晡要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见面，可能是因为政治敏感临时打动。台北市长蒋万安上海行最后一天行程日完真满，有3个囡仔的爸爸把握时间参访上海托婴中心，所来到长者健康中心了解同款病人高龄化问题。上海安怎进行长照孔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手机啊，扫码支付。造就共享单车、甲台青骑车游工，也甲台商面对面交流，各界关注焦点依然是两岸议题。期许呢，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合作，尽量合作。如果能合作，当然是最好的情况。资讯更加的透明化很重要，对，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人民还是有一些误解的。希望两岸关系好，台商才会好嘛，然后经济才会好。尤其是像去年整个上海市对台湾的对口贸易就8000多亿美金。大部分的台商朋友以及我所接触到的民众，大家都很期待两岸之间是要安定和平，所以我想谁能够做到，其实台湾民众心里都有答案。台商座谈会无被记哩摕好友谊吹票，虽然捌传出要见国台办主任宋涛，不过最后无进行。也互我甲解读是为着顾全2024选前降低几率。30双城主论坛结束，蒋万安大声讲要用上大努力，互双城论坛继续办落去。中国媒体引用当地学者形容，双城论坛是和平之州、亲情之州。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宣布要提供予台湾美金8000万的外国军事用资，这是美国头一届提供予台湾一款协助。另外，国防部发布明年中国的军力报告书，有讲到解放军最近这几年的军事操演对台湾已经达到高强度的威胁。中国可能会伫习近平的第3任任期内底，更较明确去处理台湾的问题。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通知国会，要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外国军事用资，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这是美国头一届提供台湾军事用资贷款，也是拜登伫咧动用总统保管权提供予台湾军援了后，第二届对台提供特殊军援。我相信对于整个区域的稳定跟安全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国防部也表达感谢。那么，但是有关于相关的细节，我们依据惯例不会做详细的说明。外媒美联社指出，美方提供军事用资大部分用伫主权国家，若是提供多一寡武器装备无明讲，包括海空防御系统、装甲车、步兵战车、无人机、弹道飞弹、网络防御甲先进通信设备，拢互人点名是台湾真需要强化的能力。那至于这8000万美元，这个用在海上的就是征收，还有就是制海的这种关通系统，如果在细节的品项上面，可以推估就是声呐，还有就是一些军用数据链，包括卫星通讯以及 Link 22。邵志芬分析，美方可能提供卫星通信设备，协助台湾强化海情的监控，针对海上目标的侦查进行海上战场管理，应对中共愈来愈侪亲门大户的威胁，也代表美方对台的安全政策，为建立无明确走向建设性清楚。国军扛起国家前途、百姓安危的重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全体国人都是我们国军最大的支持。
国军应对中共军事扩张，明年国防总体预算达到6068亿，创下历史新高。国防部30日送交立法院112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说明共军最近军事操演对台已经达到高强度威胁，中共也有可能在习近平第3任期内推杀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为着要反制中国的军事扩大，路透社报道。美军有和菲律宾直接要伫巴丹群岛起新的港口，因为巴丹群岛离台湾无到200公里，美军可能会把遐当作支援台海作战的前线基地。而且巴丹群岛甲台湾之间都是巴士海峡，这嘛是中国军力若要侵犯台湾，定着爱行过水路。中国继续伫台海和南海军事扩张，是引起区域局势紧张。美国正关切而且介入。路透社标讲，菲律宾巴丹群岛的省长凯科证实，美军当地和菲律宾讨论讲，锁定伫离台湾无到200公里的巴丹群岛要起新的港口，因为巴丹群岛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是航行西太平洋和南海之间准要过的关键点，嘛是中国侵台的关键水道，互看作是要阻挡中国对巴士海峡反台。如果说未来在这一个台海这边有一些冲突状况的话，它可能不用去进入到台湾海峡，它可以说不用去说一定需要台湾来进行补给，它在这个地方进行补给就可以了。甚至是有没有可能这里会变成是美军支援台湾的前进基地？学者分析，美军新设港口的举动，除了要跟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长期合作的决心，嘛代表巴丹群岛的港口未来会当做补给用途来用，甚至是支援台海作战的前进基地。另外，美国第7舰队证实讲，美日菲俄进前是结束南海军演，4国军事领导人是做伙坐 P8A 侦察机飞过南海，看南海的情势。专家认为讲，这是要让中国无法度突破第道呢。从这个美国跟这个日本、韩国的合作，从东海那台湾这边强化台湾的军事能力，虽然说没有同盟的性质，然后到这个南海这个部分呢，就是跟这个东南亚国家合作，像包括这个那个东南亚国协，然后澳洲等等这些国家，那多少有这样子的这个围堵的这个意味存在。英国嘛是一直在注意台海的情势，英国外交大臣瓜维利30访问北京，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英国外交部发声明指出讲，瓜维利有当面表达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桃园龟山国小的少棒队伫威廉波特少棒赛摕到季军，总坐飞轮机回来到台湾。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在大家心目中，龟山国小的少棒队永远是冠军。在我们心里面，不管他们是季军还是其他什么奖，我们心里面他们永远是冠军。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拿到了2003年开始设置的团体运动精神奖。有跟小朋友讲，这只是少棒的一个阶段，未来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努力，朝着自己的方向，无论有没有打球。龟山国小的少棒队球员甲教练昨暝6点多到桃园机场。真侪家长是夜巴夜挂口号甲迎接，桃园市长张善政嘛有去机场接机。龟山国小嘛摕到团队运动精神奖。总教练表示，这项台湾是毋捌睇过，是真公平，希望球员会当继续打拼。政府推动防止诈骗为学校开始，行政院长陈建仁昨嘛去各校啊宣导。另外 ，NCC 进前推动市内电话，若接到头前是加8869的电话号码，拢会有先放一段华语甲台语的语音警示。到月中就会开始扩大服务，所有外国卡来电话拢会有警示。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或者阿公阿嬷被诈骗啊？有哦。来到国校内面宣导诈骗防治，行政院长陈建仁当场调查讲，偌济小学生出来捌拄到诈骗集团。来到假货，爸爸有被骗过钱。玩手机、玩电脑、玩平板，都一定要小心，好不好？爱互民众卖哄骗去，都要对教育开始。教育部分析，伫中小学常常看到的诈骗，包括是网络买物件是假，一般买物件的诈欺、交朋友的诈骗、游戏点数的诈欺。大专校院是解读分期付款、投资诈欺和海外散工的诈骗，定用网络和电话咧骗。政府和中华电信进行合作，接到加8869这种电话，就会亮国台语的警示。
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这通是国际电话，爱细腻哦，唔通去用骗去。9月中开始会扩大服务的范围，只要市话接到国外卡来的电话，拢会加语音警示。另外手机若接到国际电话的语音警示，接落来嘛，拢会伫5大电信上线。觉得很好啊！如果你可以提前知道诈骗电话，就可以省去你在接电话的时间嘛。像我看到我不会去，我很少接没认识的电话。近期发现诈骗电话开始篡改为+1、+2、+852等国码，提醒民众注意诈骗电话。NCC 指出讲，最近诈骗集团大多数拢是锁定是大人。根据统计，使用市话防诈骗的比例是比使用手机防诈骗更较悬，并且优先推动市话语音警示，因为无法度完全阻挡诈骗电话，决定要扩大服务，嘛，互民众较袂防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美国合作，即马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是一只2岁拉布拉多，名号做金鱼。这只狗仔会当闻到电子产品顶头的化学材料。为9月11开始，嘛会加入保三总队协助找找犯罪证据。有，它很明显的，它鼻子有往上，有，它一直往上看。这只乌狗四个片，一面甲连犬员培养共心，一面用片的，互人引导找出目标物。Yes， 看到了。哦，它完全答对耶。这只拉布拉多犬名叫做 Wafer， 今年2岁，看伊的身躯也有挂中华民国国旗，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捐予台湾警方，也予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这次去美国为期2个礼拜的受训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河流中把手机放在河底，Wafer竟然能闻到。Wafer 已经到台湾啊，当地检疫隔离，做新型的侦测犬，为手机随身碟、到记忆卡，伊拢骗得到，就连加密货币、硬体钱包也拢无问题。伊定9月11开始对保三总队做伙打击犯罪。主要是针对嗅闻储存装置上的一种特殊的化学涂料。3苯基氧化磷。现在国内的警犬队主要我们训练狗狗以嗅觉来训练基础来讲的话，就是训练他们找毒品，再来就是找爆裂物，第3个呢就是找这个血液的部分，主要就是我们运用这方面的勤务为居多。比起国内的警犬培训，加缉毒犬、侦捕犬更优先。这届Wafer加入，警犬更有新的战力，也让侦办更加进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铁甲台北、台中、高雄的捷运拢去互人黑白擦。台中警方昨时宣布，黑白擦台中捷运嫌犯的身份是一个德国人甲一个捷克人。这2个查甫人犯案了后，一直换衫，甚至是穿女装换交通工具。犯案以后，这2个人已经坐回轮机出境啊。检方嘛发布通知要抓人。外面通看到2个人伫咧台中市巷仔内行来行去，看起来对路草正熟，甚至佮换衫换大概制造长点。台中捷运列车离市去互人黑白擦，警方动员400人次的警察，过路150组的监视器了后，31确定是22岁德国的男性，也有20岁捷克的男性犯案的。他们非常的狡猾，搭车下车的点跟捷运站是有一段距离的，他们沿途就是一边走，然后一边来进行换装，总共换了6次。警方表示，这2个人自己摕后面的观光签证对香港坐飞联机伫桃园机场入境，而是暗时8点52分走去台中捷运高铁台中站犯案，喷擦的过程无到15分钟，随着坐高铁落南去到高雄，25就坐飞联机走，因早就准备好喷擦的作案工具，而且轮流用布帘坐计程车客运等等的方式所为，也搁伫咧巷仔内换穿西装、运动衫，甚至穿女性的衫来变装，这种种都会当看出这2个人犯案的手法是不知啊熟手。后续会评估在该区的围篱来加装红外线侵入侦测系统，另外会就设备修复跟列车清洗费用求偿7万元。因为代替台北捷运也有高雄捷运，最近嘛有车厢互人黑白擦，警方无排除是同一个集团做的，会提供侦查资料，予台北和高雄市府去过路分析，确定关联性。专案照涉犯刑法毁损罪、台中运输法等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所来由检方发布通知。记者综合报道。中小学自8月30开始已经开学啊，不过彰化大城的潭墘国小自这学期开始正式废校。29个学生拢着爱去新的学校，
不过反悔后，联兵自救会表示，官府的决策过程有行政的问题，已经透过律师提出行政诉讼。建校64年的大城潭墘国小，彰化县政府公告今年8月开始停招，后来空影影，工作人员无用整理校园，准备煞来转型做游学中心。29个潭墘国小的学生囡仔是转去附近3间国小，廖先生的囡仔都是其中一个。即马毋若路程变较远，嘛会烦恼囡仔的适应问题。咱嘛是惊讲向霸凌啊，系啊，还是讲环境的不熟悉，比如阮搁较少的学生，人都还搁有咧教，啊，毋是讲像阮这搁有教的。说明会说跟公听会一起办，教育审议委员会也没有邀请我们地方任何一个人。你都实质上迄双座位，恁讲过就过啊。村长嘛真不满，新学期还佫有9个1年级的新生被迫转去其他学校，而且县政府以节省经费为理由，4年来废除大城乡3间学校，啊毋过选伫鹿港起新学校，毋若扩大城乡差距，人口外移嘛变较严重，甚至佫有灭村的疑虑。因为县政府无顾家长的意见，甲学生囡仔权益，行政程序煞变作形式，已经透过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彰化县政府是讲，潭墘国小是转型，毋是废校，而且29个原潭墘国小的学生囡仔受教权拢无受影响，对自救会提出行政诉讼表示尊重，静待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最近有一个囡仔目感染到散病毒，半暝时啊一直哭，检查才发现是肠啊倒积塔做伙，这是囡仔接看到的病症。台北市一个1岁查甫囡仔顶伫半暝啊，过10分钟就惨闹一摆，也毋过无发烧，也无任何呼吸道症状，家长安怎安踏拢无用。后来带到病院急诊，经过医师问诊了后，知影查甫囡仔最近有腺病毒感染史，遂安排腹肚的超音波检查，伫这边腹肚发现糖套答，是查甫囡仔惨闹的原因。腺病毒感染造成就是肠道的一个淋巴组织的一个增生，尤其是小肠跟大肠的交界处，会因为肠道淋巴组织的增生卡住。医师表示，根据国外医学研究显示，目感染腺病毒的幼童发生糖套答的风险比一般无感染的悬出3.7倍。那这个症状记的是身体2段瓦近的肠仔套做伙，造成肠仔塌掉。通常较会发生伫2岁以下幼童，定看到症状包括难放性的腹肚疼、吐甲解血便。若无及时治疗，恐惊肠仔破气，造成腹部炎。空气或水把那个肠子给就是做一个复位的一个处理，肠子没有复位，然后呢一直套住产生的一个破裂，进而导致腹膜炎或者是败血症的一个状况。医师提醒家长，糖套答的初期腹肚疼的表现，定会防认为是咧使脾气，因为前1分钟可能是婴幼儿也咧吵闹，要毋过后1分钟就正常咧算。佮加上2岁以前的幼童无法度清楚表达家己倒位无爽快，建议家长若发现囡仔有异常吵闹，应该提高警觉，量早就医详细检查。记者综合报道。赤鸟仔是咱平常时啊拢会当看到的鸟仔。不过，艺术家发现赤鸟仔数量有开始减少，就透过艺术工作坊创作赤鸟仔声音的装置作品，希望透过展览提醒民众爱保护咱本土的生态。一支电火条顶面拢是用黏土做的赤鸟仔，艺术家和这物件亲像人共款开讲，后壁搁用灰仔替山赤鸟仔做鸟仔秀，这是艺术家蔡破景伫新港文化馆举办的赤鸟仔特展。头伫咧内底呢，啾啾啾啾啾啾啾。哦，是啊，啾啾啾。前面的作品它其实是民众工作坊，然后参与的学员其实我们就用树麻雀的造型，我们去做一个声音装置。后面那件作品叫《山麻雀之歌》，那山麻雀现在最主要的栖地就是曾文水库附近。然后，所以我们就采用那个曾文水库的淤泥，然后制作这个声音装置。艺术家透过工作坊找28位7岁到74岁校员共同创作赤鸟仔装置作品。艺术家讲，这个灰仔作品除了展览以外，嘛有一半放伫休困地，让赤鸟仔来住。然后这个声音装置的造型，其实同时也是，可以给它当人工草使用的一个造型。就是4、5月的时候，其实我有再回去看那个人工就是作品的样子，那确实是，
有一些鸟类会去筑巢。蔡普京表示，七鸟啊，甲咱人的生活真活，但是数量却愈来愈少。伊希望透过艺术展览，让社会去注意到这件代志，进一步去保护本土鸟仔的生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清华大学的成功湖去年开始种植，今年5月完工。为着要维持水域的生态平衡，学校是邀请生态专家来做研究，伫成功湖放草鱼等等的5种鱼仔来净化水质。清华大学内底成功湖，过去因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有消防需求，乌即窟人工湖，后来清华大学适校变做学生参附近民众运动散步的好所在。毕业30多年的校友讲起过去有满满的回忆。想当年，我就应该35年前，我在是大2的时候吧。那时候其实有一次机会我们去捞鱼，应该是说捕鱼啊。其实我们也自己也买那个吐司来喂了啊。那时候是真的是我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这些鱼苗放到成功湖去，感谢捐款人哦，谢谢。轻脚洗手，把鱼仔慢慢倒入去水底。成功湖这几年因为积沙的关系，水质受影响。除了整治工程，还要邀请生态专家，利用鱼仔的特性，要让水质会当保持清气。这个青鱼啊，就可以觅食这些福寿螺，所以可以减轻外来种的入侵威胁。草鱼呢，可以抑制一些多余乱生的水草。鲢鱼呢，可以吃浮游植物。可以让优氧化的元凶可以转换到鱼的身上。那鳙鱼呢是吃浮游动物的，所以呢这4种鱼啊分别扮演4种不同生物进化的这个角色。下讲成功湖整治线维持水质清气佮优质是即卖的目标，未来会规划清水活动，亲像举办各船 SUP 等等的水域活动，让成功湖重现当年的风华。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若去到平湖佚佗，真侪人会去畅水味钓鱼。不过，为着卖互海洋生态受破坏，地方是限制发展，地属渔民是较歹趁食。当地有少年人为着要维持收入，都开发新的旅游模式。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那日梦都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平湖，看这群少年人要安怎兼顾生态保育，推动观光发展。伫好天、海水清清的日子，游艇坐咧享受坐船出海佚佗的滋味。今年热天，有不少人用无同的旅游方式去平湖行踏。这是平湖的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嘛是台湾第2座国家海洋公园。都属禁止开发，所以要保留原始的自然风貌，还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环境。我觉得还是看那个自然的比课本的图片好看。关于咱这当树边的历史，毋是讲咱大家来甲遮这薰衣草森林看着是水水安尼，安尼翕一个相，还咱就走。伫四粒岛内底当树边，即马住伫遮的居民差不多20外个人。李家豪从细汉伫遮大汉，面临掠鱼的范围限缩的情形，伊改经营观光业，以持留伫故乡生活的基本收入。当时因阮热天做观光嘛，观光都是爱逐工船逐工来回，所以热天咱就开目镜啊，冬天咱就搁到树边讨海掠鱼啊。另外人数较济东极岛，居民大部分拢是社会人。回乡的青年苦命中，为着要互更较济人认捌这个所在，伊甲朋友做伙成立四岛工坊，设计各种的游艇，吸引外地人来探访东极。那边它有没有比较多的生物？好啊，我们哪位过来啊？潮间带，还有浮潜、聚落群里，还是做手作鱼拓，互遐弟弟妹妹知影有东极啊，嘛互遐老人感觉年轻人嘛是会来东极。南方四岛严格地理环境，阁受到法规的限制，要靠观光来趁钱，其实是爱真拼。也若守护伫遮的人，敢有机会看到制度的改变，互因伫若像海洋明珠的岛屿，继续实现因的目标甲未来。记者林建如、吴定武平湖报道。为着要对抗通货膨胀，法国政府甲大间企业达成协议，针对商品的价格定出限制。到8月底为止，已经有5000种商品落价或者是暂停起价。
那阿根廷目前通货膨胀是真严重，物价大起，致使经济抢劫的案件爆发。预估年底通货膨胀率会来到2%。阿根廷真侪所在拢传出电发人抢，虽然政府讲并不是因为经济歹造成，而是因为幕后的黑手操控社群煽动犯罪。不过阿根廷的高通膨是事实，在政府准当地货币比数拔买到20%了后，每个通膨是116%，外界估计年底通膨率可能会挖过200%。Personajes los veo como que ellos van enfocados a un determinado sector de riqueza, bienestar, de clase alta. Y se olvidan de la clase media y la pobre ni hablar, ¿no? 专家分析，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拢停落，再加上物价一直起，才引起抢劫，和10届总统大选出现真侪变数。顶个月13个总统初选，极右派自由经济学家米雷伊竟然摕到超过3成得票率排第一。米雷伊互人叫做是阿根廷川普，伊提出放弃阿根廷货币比数，改用美金，有真侪选民支持，希望会当解决高通膨。同款伫咧对抗通膨的也有法国，当局甲大型企业达成协议，伫商品定制介绍的上限，到8月底已经有5000种商品冻起或者是降价。政府点名几多间跨国大企业无愿意配合，或者是做了无够。Et les industriels ont joué le jeu. J'ai cité le groupe Avril, je cite le groupe Barilla. Ils ont pris des engagements lesquels? D'autres groupes industriels, simplement, que je veux mentionner, qui eux ne jouent pas bien le jeu, qui pourraient faire plus. Je pense à Unilever. Je pense à Nestlé, je pense à PepsiCo, c'est des très grandes multinationales qu'on fait un peu, mais pas beaucoup, on leur demande de faire beaucoup. 法国统计局伫拜四公布，8月食品价格比去年起11.1%，有比7月小可较低，不过犹原比通膨年增率高2倍。因为德国联邦统计局所公布的资料显示，8月通膨率有降转来到6.1%，不过食品的价格甲去年同期比起9%，能源也起8.3%。分析师认为，虽然工资薪水有增加，不过犹原立袂到高物价，消费者怎么拢较唔敢开钱，企业也因为生产的成本增加，无啥要投资。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美国的汉堡王目前正咧拍官司，因为这广告相片顶悬的汉堡架看起来真大粒，不过民众实际去买，却发现酒水。业者表示，这广告的相片无代表商品都爱甲伊变大。不过，这款讲法，法官是无法度接受，而且认为业者爱针对敢有广告无老实的情形提出说明。连锁速食店汉堡王的广告讲，招牌商品花宝用1/4磅香菇肉做的，佮加真鲜的塔马豆、青菜、葱头这配料，看起来美味可口。不过，美国有民众指控汉堡王的广告无实在，用误导广告销售汉堡甲其他产品。美国消费者当地研究提起集体诉讼，向汉堡王求偿。提广告的相片甲消费者实际购买到的花宝小比者，广告的花宝材料侪甲通出面包，肉饼嘛大一倍。汉堡看起来比实际的寸球大35%，互消费者认为汉堡都是遮大粒，无想到实际的寸球差真济。美国汉堡王是讲无需要提供甲广告看起来同款的汉堡，理性的顾客伫看广告的时阵都会知影这点，认为是广告的主张是错误的。广告内底的肉饼甲提供互全美国几落百间华堡的肉饼完全同款，虽然双方有经过协调，不过无成功。汉堡王也请求法院驳回控诉，不过去互法院拒绝。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28度到33度，东部地区28度到30度，外岛地区27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好来，今仔要烧花，今仔准备到一条路哈。屏东万丹有一对双生啊，才弟啊，今年才19岁，甲爸爸同齐种出全国No.1的红菱果。爸爸给我们的观念就是，从事农业其实不是一个悲情的工